讲狗仔是人类亲重嘅好朋友，对许多人来讲，有狗仔皮嫩会过心安、过乐观。狗仔是在同人类特殊嘅事情也唔会少哦，是在同木铺嘅人带路、闹方言、查毒品、救人也得。罗粉丝罗县长路带大家去训练狗仔嘅学校考纳生，明认识一群归人的路屯狗仔乡下嘅人。享受退休生活嘅赖水妍，当伊轻快乐嘅时间，就会带定辛巴散步。虽然辛巴算系太闲又恶嘅叫，不过赖水妍是在当安心嘅宝贝教练。辛巴来，乖。来学鸡啊跳戏嘅，所以叫我一般作转来吼，他六堂嘅我都会送去苏训啦，苏训都比较黑怪、黑头发。攞熬東西啦，係唔會來啊，做得係唔會來啊。有人講佢哋啊，窩頭叫我哋啊，特別怪。浪叫是在温順，一般是要經過專業訓練。賴水妍之前就會同佢嘅辛巴送去訓練叫嘅學校上課，佢訓練後，辛巴唔單止唔會個學病咬無卡嘅東西，還變個挺中人、挺踢氣。佢當佢撒嬌啊！係啊，你將伊出去後轉來，佢看到伊後當歡喜啦。係啊，我當伊撒嬌啊，你當貼心。當日伊坐一打幾多怪怪啲啊，特別碰到呢。喂。因為發發嘅天時，辛巴愛射線嘅次數變多咧。賴水妍認為辛巴係一隻有家教嘅狗，射線嘅時也冇同主人拍到歸心濕答答。清楚有。服從啦，佢訓練甚至嘅訓練服從。接下來自周嚟講，我訓練攻擊啊，佢講我裝貨，裝主人嘅話，保護主人嘅話都一個訓練啦。因為一個社區哦，這樣嚟聽到，從惡嘅發覺咧冇話好唔多，因為冇看到就算我老人也唔好。兩就係辛巴嘅母狗，學天妹當作接受訓練。一般來講，訓練狗嘅學校剛開始就會透過安尼，從狗嘅方式建立訓練師同狗嘅互動關係，也發掘出狗嘅天性同服從性格。一般來講，安尼教狗吼，可以是從搞遊戲開始，當然你搞小學同哈，你小學幼稚園搞，你咪也可以是喺啲卡筆寫字，按下按，以前可以是教佢搞佢唱歌，按可以是，然後人呢建立一下好嘅互動關係，過了講慢慢嚟搞。你可以借着怎麼跟他玩，那個應該就像我們小朋友的時候，我們上體育課，為什麼我們都很喜歡？可是同樣的出去。有兩種，我們就不大喜歡當兵，因為粗糙嘛，心態不一樣。所以狗狗我們時常給它一個那個，就是說讓它有一個學習欲望。基本上它就是一個誘導的過程嘛，因為狗有它的一個行為模式，或者是一些反射動作嘛，比如說食慾就是很強的一個。行為模式，你控制它的行為模式，它想吃東西，來建立一個反射動作，那這樣就是變成一個連結。那另外還有其他的方式，譬如說，你會讓它傾向於說，遊戲，玩樂、歡樂，也是一種行為模式的建立。目前關於訓練狗嘅學校，主要係做居家生活型同健康呢兩方面嘅訓練。以居家生活型來講，一般攏係因為主人唔知要完全教狗，將會送來學校上課。呢度英國下係需要係看護，點講係裝屋用，你希望係叫惡頭，但係自家冇辦法教，所以送嚟訓練。按總是講，你
叫休的时阵，冇办法控制佢，变讲叫佢乱闹烟，冇是乱拍、乱恶事，规矩唔好。一般来讲，叫只要经过4个月嘅训练，就是得做到一条基本嘅服从。不过也要看叫嘅品种。比如讲浪叫有浪叫嘅个性，土叫有土叫嘅个性。那个训练的方式也冇同样。你教练呢会根据根据你叫嘅品种、性格来介意嗰种嘅冇同样嘅教育。照长途来教，同训练叫嘅好教算系接行嘅新切地。不过又有嗰种卡教也教唔晓嘅叫。你咪少拄过硬叫有，但是一叫为硬嘅目的，硬人可能系因为佢从小老人嘅互动嘅关系唔系当好，比如讲一啲记者里从小已经虐待过嘅冇事系一啲从小惯嚟嘅唔惯嘅叫啊，老人互动关系唔好嘅，嗰種叫可能很難教。比如说他没有咬物欲，好，那咬物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有很多的玩具跟他玩，那这些都是激起他的求知欲。但是有的狗它不喜欢玩，那不喜欢玩，可能它这个就会比较成为盲点。虽然叫嘅天分无强款，不过对于训犬师来讲，差唔多无教唔晓嘅叫，只有时间长短嘅问题。另外多了后期，训犬师必须将其同叫建立当叫嘅默契，教全本叫主人，叫将正经算系师弟队学教毕业。你教接嘅时节啦，叫主一定係帶領你學教，因為隻時間俾教接嘅動作，一定係讓本嘅叫主有辦法控制咧叫，冇是講下面呢一叫為服從一隻基本嘅原則之下，一叫將在大準叫主不下。但係撞到無卡了後嘅叫，主人只係靠這條複習，叫唔係因為時間叫就同之前教界原本先生。其實呢個人讀書強樣啊，變講20年前嘅博士，20年之內你冇找讀書咧，可能又當到事情因為唔記得。基本上你希望叫主創造複習呢個動作。可比講，佢家生發型嘅訓練屬於一般性，按你見見就係自由性。你下係放外將方面，想挑戰，結果就係安尼。見見嘅訓練一般來8個月以上，同時基本科目也當多，像係那種跳跳嘅動作。也係國家嘅場，訓練世界明年娛樂兼農為辦事。第一點是攻擊力要強。第二點是服從心，要嘛愛當好，聰明視察咗，加油，馬上油門力量是來的，就當動慢，就當夾。如果你調動了，你要馬上停。你唔可以停，喺這邊點叫。健健必須完全做到所有嘅命令將算合結，希望一隻按惡嘅叫，係控制唔到，後果就當難想象。一般像喺度去世界比賽一般有130人跳，當年有19條，全部係因為很極標，唔會標，全部變浪分。所以很極標，要馬上標，非常重要。
54岁嘅王德刚做训犬师已經超過30年，訓練過嘅狗起碼也有幾千隻，尤其對警犬特別有心得。一般的狗哦，看到人會怕，不過咧，假如咧手骨卡起來哦，其實這比馬啥嘅，啊，那種狗是冇用的。你手莫卡，你一卡就是故意的，哎，你要下面是扶唔到的，兩邊是被咬到啊。王德剛講，警犬嘅訓練屬於任務性，也就係除了外邊聽話之外，更加重要嘅係執行一道特殊工作。都把相對的項目做保鏢啊、護衛犬、貼身。警犬的一般其中它多的全部，大部分全部緝毒犬，都機場啊，請嗰啲農產品啊，沒有經過許可嗰啲。接到機場看到嘅造毒犬，就係利用佢當年嘅披弓，同海關人員聽受打擊不法。還有災難現場愛搶救生還者，救難犬也有佢嘅功能。呢度是在接受任務嘅狗。除了必須要有較好嘅天分之外，所受嘅訓練也當食材。狗，哦，它所在訓練出來所有的動作，基本上他們都會做，哦，他們都是他們自己天生俱來的一些能力，哦，只是它並沒有語言化，沒有跟人有一個溝通的管道。你可能用一個動作、一個哨子，一個旗子，或者一個手勢。狗了解了，好，你建立你共同語言，它就會做它原來就已經會做的動作。狗同人類生活當中有當重要嘅角色，不過順帶反映嘅，有啲時節人同狗係同無對等嘅關係相伴。苦痛特別唔曉嘅事件，接聽到，狗係人類心中嘅朋友，人生無天錯嘅狗嘅好朋友。有人會有虐待狗的事件，可能他看不懂狗的語言。那看不懂狗的語言的話，就會有個問題，就是他會誤解狗狗的態度跟他的回應表現，所以他可能以為狗狗在違背他。狗哦，你大概全世界找不到第二種動物哦，能像狗跟人類一樣那麼親近的哦。那人跟人當然就很親近了，可是你找到第二種動物，我想第一個大家能想到一定是狗嘛，哦。所以任何傷害狗的行為，實際上對狗來講，它都不會有報復的一個心理。所以這麼善良的一個對象，社會上食狗嘅人係你佔多數，而我知道唔判得嘅事件只係少數。不過可比人是得到其他動物嘅立場來想，同萬物相處應該會更加和諧。因為狗冇心機啦，佢唔會偏愛啦，所以老狗相處嘅時候，覺得盡量放鬆。雖然說他們是另外一種生物，它畢竟不是人，溝通方式不一樣。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用他們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的話，跟他溝通會更為容易了，就不至於有造成一些誤解。